Hello，大家好，我係 Man 啊。咁最近有單新聞咧，大家真係要留意下啦。就係國安處咧，連同呢個海關，琴日就採取呢個聯合行動啦。喺旺角兩間獨立嘅書店入邊咧，檢獲咗一批疑似由台灣寄嚟香港、具有煽動意圖嘅書籍。今次嘅行動咧係根據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啦，拘捕咗5名嘅涉案人士嘅。呢啲書咧唔係一般嘅學術研究而係包裝成文化產品嘅思想病毒啊！處心積慮咧，而喺我哋社會上邊種下啲仇恨嘅種子啦。如果我哋唔理，由沿途去堵截呢啲非法刊物，一旦俾佢哋流入社會同埋校園咧，對我哋下一代嘅認知同埋價值觀咧，都會造成好大嘅扭曲同埋損害嘅。所以今次嘅執法咧，絕對係正義之舉啦。等我同大家分析下，點解從源頭堵截呢啲煽動意圖嘅刊物係咁重要，同埋呢啲思想病毒咧，到底點樣危害我哋嘅下一代呢？大家諗下啦，一個穩定嘅社會咧，係所有福利同安居樂業嘅根基啊！呢批書唔係普通嘅學術討論啊，而係涉嫌煽動去憎恨政府啦、司法機構同埋執法部門啊！呢種手法咧，其實就係軟對抗。趁住我哋年輕人心智未成熟啦，將啲偏激同埋仇恨嘅思想灌輸俾佢哋啊！國安處今次果斷執法啊，喺入口同零售層面咧即時止血，完全係合情合理嘅，亦都係保護市民安全嘅必要做法啦。咁巧而家搞緊香港書展啊，好多家長咧都會帶埋仔女去行下啦，買下書。書展係一年一度嘅文化盛事啊，大家都希望個環境係健康正面嘅。而警方今次執法嘅行動咧，釋放咗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啊！法律底線係唔容許任何嘅逾越嘅。你唔好以為咧用文化或者學術包裝下咧，就可以隨便宣傳一啲煽動嘅信息。而今次嘅行動咧，起咗即時阻嚇嘅作用啊！等啲家長可以放心帶仔女去書展，唔使驚佢哋無端端接觸到呢啲咁嘅毒書咯。最重要嘅一點咧，係呢啲有毒嘅書咧，對青少年人危害真係好深嘅。好多心理學家咧都講過啦，青少年嘅大腦咧仲發育緊嘅，特別係負責理性思考同埋情緒控制嘅前額葉皮質完全未成熟嘅，所以佢哋咧認知好容易被受外界去影響。呢啲煽動性刊物咧，通常係一啲好偏激、好情緒化嘅字眼，將複雜嘅社會問題咧簡化成黑白對立或者係仇恨邏輯。如果年輕人長期睇呢啲書啊，就好容易產生認知嘅偏差。慢慢失去對客觀理性分析嘅思考能力，甚至對社會制度咧產生麻木嘅敵意。仲有啦，呢啲書咧成日渲染呢個憤怒同埋恐懼，心理學家就警告啦，長期浸入呢啲負面嘅信息入邊咧，會令到青少年容易變得焦慮、抑鬱，對未來都失去希望啊！而最驚嘅係咧，如果書入邊咧將啲違法嘅行為美化成英雄嘅舉動咧，後生仔一衝動就去模仿，分分鐘咧就咁就毀咗佢哋自己一世嘅前途，真係好令人心痛嘅。執法部門已經幫我哋築起咗第一道嘅防火牆啦，但係我哋要徹底保護好我哋下一代咧，唔可以單靠警察嘅。我哋嘅社福界啦、教育界啦，仲要最重要係家長啊，都要一齊努力。我哋要教識啲仔女咧點樣去明辨是非，提升佢哋嘅媒介素養啊，引導佢哋讀更多好嘅健康、積極、客觀嘅好書。用愛同關懷咧填補佢哋嘅心靈，先至可以令香港嘅下一代咧喺一個和諧法治嘅環境下邊咧茁壯成長嘅。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